台南市大关东百货长期来投入社会公益，对民国108年透过民众捐赠的云端发票，予台南市的社会福利团体。4年来，社会局推荐16个受赠单位，今年将分别捐赠予水福益智中心、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加伯利恒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2月3号下午，由市长主持捐赠仪式。远东百货已经不止一次做许多社会公益那不管是帮忙农民行销农渔产品，或者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或者是把这个云端发票捐赠给我们的社福团体，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事情。有些云端发票你可以自动兑奖那就不用一大堆志工在那边这个让眼睛对到画摊对到大家的人培养满摊那可以直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台南道100长期致力于公益活动，那我们在推行这个云端发票的捐赠呢，今年已经是第4年。那我们借由我们馆内的同仁每个专柜小姐在每次消费的过程之中去提醒消费者如果你有云端发票要转去下载，或者是说如果没有转去，我们鼓励他做云端发票捐赠，把这个捐赠的部分捐赠给一些需要关怀的对象，那让这个爱能够持续的传播下去。透过消费者捐赠的电子发票，不但会用的责任减碳，另外还可用的帮助弱势团体。市府邀请民众做伙来响应，捐云端发票做公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